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高雄左营莲池潭是著名的观光景点，不过近期随着高雄港周边发展快速，来莲池潭的观光客越来越少了。高雄市议员黄文智就建议市府未来要加强发展莲池潭的水域活动，带起左营周边发展。高雄过去的景点都集中在南高雄，像是博二、爱河或是高雄港湾。对于北高雄的莲池潭周边发展却很有限。对于左营的文化底蕴以及人文景观，高雄市议员黄文智就希望未来能够透过运动中心带动地方发展，也推广健康的运动生活。莲池潭的这个环境其实它非常优美，但它的湖面也是比较平稳的。那我想可以在这边多多来推广这些，包括 SUP。那像前方有一个目前就是那个缆绳的那个滑水，其实比较适合在莲池潭这边来多举办这种类似的活动，那来推广这个水域，让民众可以更亲近水域。莲池潭为北高雄的重要地标，对于生态水质也是地方民众相当关心的一环。我想水质跟这个枯水期的部分，可能也必须跟这个水利局再来做其他的这个讨论。那我想，因为目前，有一个区域是还都有一些民众在从事钓鱼的活动，所以我想，其实如果有这些民众的需求，我想水利局应该是要来想办法来克服，包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枯水的问题，还是说水质的问题，那可以如果可以改善水质的状况，那我想可以让更多这个左南地区周遭的民众，那包括整个高雄市的民众，可以来这边来做游玩，来做一个亲水的活动。过去议员针对莲池潭周边发展提出许多建言，希望未来能够朝向水域活动、油气等面向来发展，带起观光热潮，也期盼能够为周边的商圈创造商机。记者肖宇轩、庞文玉高雄报道。现代人工作压力大，加上新冠疫情越来越严重，增加民众不少的压力。台南市议会经过3年多改善周边环境，目前整个广场周边种满不少花草树木，甚至果树等等。目前正值荔枝和芒果的结果期，市议会欢迎市民朋友前来广场走走看看，也能够疏解身心压力。台南市议长郭信良表示，台南市议会经过3年多用心改善周遭的环境，在绿美化同时，还栽种花草、果树等。目前能看到结实累累的玉荷包、黑叶荔枝与爱文芒果等。议长强调，玉荷包果树在市区可以说很少见，现在在议会广场周边就可以看得到，很适合带小朋友前来观赏。台南市议会最近呢，可以说是花草树木果树非常的茂盛。你伫台南市这个市区内底，要讲有当看到玉荷包，实在足水的，足少的啦。玉荷包啦、山药啦、树葡萄啦、紫薇，现在都开到足好势。在这疫情这么严峻的之下，到户外走走的话，非常的疗愈。欢迎所有的乡亲，这位小姐小带来台南市议会行行看看。唔捌看过玉荷包哦。除了多样生态环境，议长同时也推荐周末假期在议会广场的街头艺人表演，在清凉的午后看表演，就仿如置身国外的街头氛围。不过最近因为天气不稳定，表演团体与演出时间，民众可能要到议会脸书查询。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光台湾文化的启蒙与自觉是纪念台湾文化协会创立100周年，目前正在高雄市立美术馆盛大开展，其中展出台湾第一位入选日本地展的雕塑家黄土水的大理石雕刻、甘露水等上百件作品。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开展仪式，力邀市民朋友来一场艺文飨宴。光台湾文化的启蒙与自觉展出了台湾第一位入选日本地展雕塑家黄土水的作品《甘露水》。21日在高雄美术馆盛大开展，市长陈其迈亲自出席了开展仪式，并且诚挚邀请市民朋友一起走进高美馆来场艺术飨宴。市府团队也包括的史哲副市长跟王局长、李馆长，就主动的接洽，希望能够把那么重要的展览带到高雄。延续着青春的不朽，让我们看到100年前的台湾的美与盼望。
除了台北原有的展览内容，更新增了属于台湾南方的文化观点，呈现台湾文化协会的相关人员、环境背景以及多元的史观，来呼应台湾启蒙时代。市长陈其迈也表示，这样的展览能够来到高雄，也是觉得相当荣幸。光这一次在高雄的展出，除了呈现原来台北原有的内容，更新增了属于台湾南方的文化观点。呈现台湾文化协会相关人所处的环境、背景以及多元的史观，来呼应台湾启蒙的时代。我要邀请所有高雄市民，大家一起走进高美馆，共同来延续100年前福尔摩沙卢米尔的感动跟震撼。这个展览为了纪念台湾文化协会创立100周年，即日起到9月18日在高美馆展出。市长陈其迈也力邀市民朋友能够亲自来见证其中感动。记者李佳龙、潘文玉高雄报道。接着来看这一项美食与艺术的结合。台南一间餐酒馆业者为了让艺术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特别邀请知名爱心画家柳青松大师来到台南府城开展，让民众在享受美食以及音乐的同时，也能够欣赏到各种艺术画作。微醺国际董事长王少奇出身知名传产企业家庭。学习路程由台南一中读到成功大学，后来又出国攻读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以及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取得2个硕士学位，可以说是真正的高富帅。自小就喜欢学习的他，对于艺术、美食以及音乐也都有着同样的热爱。为拉近艺术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微醺南纺旗舰店这次特别邀请到了艺术大师柳青松的创作来设展。餐饮是餐厅基本的价值，可是我们想要缔造的是台南比较少，甚至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多元的餐饮价值，也就是多元微醺的概念。所以第2个元素就是艺术。那我们艺术是把我们餐厅的下午茶结合我们的艺术来做一个呈现，也就是今天这个第1次展的效果。那其实也很感谢这一次我们跟鱿鱼公司一起策划这个展，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下午有一个放松的空间，播着放松的音乐，还演唱可以看到很有冲击性或者是很有共鸣的一些艺术作品。微醺南纺旗舰店不只是品尝美食的地方，在这里每周定期也有音乐表演，让来这的民众体验到一场舌尖上的艺术飨宴。我们餐饮就是吃的艺术。我们画作就是看的艺术，我们音乐就是听的艺术，所以是想要创造一个有视觉、听觉、味觉都齐聚的一个餐饮体验，这是我们微醺想要做的事情。对，那晚上音乐怎么结合？其实晚上我们每周1、2、4、5、6在南纺店，每周3、5日在雅果店，我们都有音乐之夜。就是现场会有音乐老师演奏。柳青松大师是台湾一位艺术涵养很高且具有爱心的画家，前台湾公益中心主任，也是这场展览的策展人徐耿修博士。欢迎大家来这看展。柳青松是咱国内是算国宝级的这个画家，咱这个咱的展览呢，除了有柳青松老师伊的珍品伊的作品来以外，因为伊的级数足悬伊已经90几岁啊，所以伊的作品价钱无俗啦。阮当时伫这个展览，阮有做一个微喷，都是毋是复制画，比复制画更较了啥，做了更愈较细腻的有授权、有版权的这个微喷画，价钱也较俗若会当互咱的市民朋友对艺术有兴趣的，会当将好的艺术家的作品带登出来。国宝艺术大师柳青松画展目前正在微醺南纺旗舰店展出当中，展期直到7月29为止。喜爱美食、音乐、艺术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有一句话是北迪化南三凤，说的就是南部人如果要采买南北货的话，一般都会来到高雄的三凤中街。而因应时代的变化，摊商们也推出多元支付方式，以及上架网络电商平台，让民众购物可以说是更加的便利。各种粽子的内馅，这些食材都是从三凤中街采购来的，而粽子达人也现场教起了包粽技巧。你若去大卖场，啊是一种超市你可能只有2种选择，
但是如果你到三丰中街吼，有20几种的选择啦。光是香菇干料就有20几种选择。三丰中街是最具特色的南北货一条街，会有品牌一条街的称号，也是受到经济部街区辅导后的成果。对于这个街区的辅导哈，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打出这一个品牌的意向。那过去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爱get齐。好，那我们可以今天看到我们这三丰中街，就是有这样一个特色。它这个南北货其实就是跟我们生活非常接近。都市当中。那么把我们以前从一点一点每个点的一个辅导，把一个拉出主街，就像是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日本国家有个 Main Street 主街的形态，这个街不能够太长，然后它有品牌，有共通的一个特质出来。立法委员李坤泽也与多位民意代表到场力挺三丰中街的摊商们，拜托民众多多到这里来消费。高雄的市民、南部的民众。对着三丰中街是有上深的感情，这个感情是因为三丰中街的物件物美、价廉、安全、卫生、价值公道，咱的三丰中街足温暖有人情味。受到疫情影响，再加上消费习惯改变，因此实体店铺的生意大受打击。这次的活动也透过实际消费来兑换给民众线上购物的优惠。这次活动的主轴。推出包括我们未来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采购哈，比如说线上的商城，然后透过智慧的行销，还有行动支付，将来秉持3好1公道的经营理念，将最好的品质以及服务带给消费者。希望优惠活动能够成功带起端午节这一波买气。记者邱建勋、林嘉义高雄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一般粽子都是糯米做的，吃多了容易胀气。高雄市左营区福山里的社区志工就向老师学习做果冻粽，里长打算之后让志工教关怀镇的长辈做，另外也会多做一些送给派出所和卫生所的人员，慰劳他们的防疫辛劳。那我们好的放在一起嘛哈。社区志工先将芒果、凤梨、奇异果等新鲜的水果削皮切丁，再将砂糖和果冻粉倒进热水里煮滚，接下来就要准备做果冻粽喽。也是要轻轻的削，你削太深的话，不是那个肉就会很浪费。嘿，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学习做这个水果冻粽。把切成丁的水果放进饼干袋里，再倒入果冻液，然后先用发夹或夹子用反方向的方式，暂时将袋子口封住，四锥体的粽子形状就出来了。用水把它煮的变轻轻的，再摇到这个袋子里面，用夹子把它夹起来，就变成粽子，水果粽子。我都从来没这样做过嘞。等到果冻凉了、凝固了，再将夹子拆下来，用封口巾将果冻粽的口封好。老师还绑上粽绳，吊起来就像真的一串粽子一样，吃起来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哇，真的很像，很漂亮啊！因为考虑到老人家，他们对那个糯米可能有的比较不适合，比较难消化。又觉得现在是夏天，来吃一个冰粽，冰凉凉的，里面又有水果，不像我们的粽子又油又腻。为了慰劳站在防疫第一线的派出所员警和卫生所人员，福山里里长打算在志工学会做果冻粽之后，除了教关怀站的长辈做之外，也多做一些送给这些防疫人员。那之后呢，我们会再扩大找几个好伙伴们。做一些部分送给我们的警察同仁、卫生所同仁，还有一些比较贫困的低收入户，让他们也能够应景了。可爱的果冻粽制作程序不下于传统的粽子，只是内容物改成果冻，但还是保有粽子的形状。拿到这些果冻粽的防疫人员一定感到惊讶，吃起来更是惊奇万分。记者周辅庆、赖昌邦高雄报道。台南市今年第2季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联系汇报，市长黄伟哲除了亲自出席为大家加油打气之外，并且和学员们一起制作米面条和绿豆糕，相当趣味热闹。黄市长希望据点持续推展各项的创意服务，吸引长辈来到据点参与各项的课程。
市府社会局定期都会安排社区关怀据点的课程，除了提升志工和照顾人员的基础服务，也积极推展新的主题来吸引长辈参加。日前在仁德成功社区讲师正推广用米代替面粉所做的面条，市长黄伟哲和议员也都来体验动手做的滋味，同时现场还有绿豆糕等点心制作，希望借着创意服务让长辈预防失能失智，也温暖大家的心。过来几遍哦！1、2、3，来，拉出来。让大家可以知道米食有很多种哦，除了可以做面包，可以做面条，还可以做凤梨酥这些都是推广米食很重要，因为我们就不需要进口那么多面食了哈。那因为其实做起来也很好吃，我以前吃过那个米面包哦，那真的是做得很好。所以呢，这是一减二狗帮大家减这一口，一方面很疗愈啊，但它除了严肃的这个关怀据点的协调汇报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动手做米食，还可以控头油，那这样很开心。另外，东山区公所也提供2000斤的地瓜，让现场学员学习相关料理，做成蛋黄酥、米包、凤梨酥等小点心，相当美味。社会局表示，台南市积极营造温暖友善的社区环境。其中，社区关怀据点的成立，除了关怀和健康促进，也是长辈联络感情、活到老、学到老的好地方。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台南市赞不赞？赞。为了落实土地环保和食农教育，金井林建筑团队结合崇明国小和阿霞饭店，除了举办装置艺术展，还将学校和农园所栽种的有机农作物入菜。日前，台南市长黄伟哲等各界贵宾都到场，见证吃在地、食当季等多元意义的成果发表会。为巴克里纪念公园内这座瓜棚的装置艺术，用竹编和彩绘来装点有机农田。这就是由清景林建筑团队和崇明国小所共同举办的展览。除了兼顾食农和艺术文化的环境教育，会中学生也都自信满满，呈现他们在学校农园所栽种有机无毒的蔬果。我们在学校都会去体验，然后平常都是志工在帮我们照料这些植物，然后有时候也会邀请我们下来帮忙，就是施肥啦，对，一些体验，这是一种生活经验。它让我学到就是你种食物，你不能只用农药去种，你要用你自己的爱心，就是你的诚意去种它，它才会用好的方式回复给你。会中阿霞饭店也将学校农园的蔬果入菜，做成一道一道和土地共生的幸福料理。是用学校里面真的有种的食材，然后做成今天这样的菜色，但是也要呈现我们餐厅的专业，所以我们把很多菜色做不一样的变化。但主要的用意是可以看到我们桌上用真正的食材，让小朋友跟让学生都可以知道说食材的原貌跟原本的风味，然后用不一样的烹调做出很多专业的料理。和烹饪新艺术结合，强调吃在地、食当季的食农教育。市长黄伟哲也专程到场，见证大家一起为在地食材写故事。那食材都有它的故事。在台南市，我们作为美食之都，我们有许许多多精彩丰富的故事。从过去的电影里面像中破塞啦，像最近的菇味啊，这些。它背后都有丰富的人文以及它的食材本身的故事。那非常感谢七景林教育基金会能够跟我们崇明国小还有许许多多的学校合作，提供我们的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机会，结合这么多的位艺术家跟这么多位营养师，能够一起能够替我们的食材写故事，为我们的这个在地这个食材的这个食农教育写故事。这场食农共好的成果只是一个开端，希望呼吁大家共同为永续尽一份心力。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
为了落实食农教育，台南市西港区松林国小长期与在地农民配合，透过学校安排相关课程。这一次学校安排学生利用在地的芝麻制作手工饼干，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吃起来安心又健康之外，也让学生们了解要珍惜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来到西港区的松林国小，可以看到教室里面的学生们开心地做着手工的芝麻饼干。这次的活动透过学校长期与当地的农民共同合作，为了让学生们更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周边在地产业文化，透过学校与当地农民一起共同落实食农教育。福马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定课程，然后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规划系列性的一个课程，让孩子去体验。那也就由课程来认识我们的家乡跟我们的附近的一个农产业的部分。那今天很开心，就是说可以借由我们的在地的福马达人阿农兄跟阿农嫂，他一直是在协助跟陪伴我们学校做课程这个区块。西港为胡麻的故乡，松林国小长期与在地农民合作，发展出与胡麻相关的多元课程，让学生们可以在课堂中对自己的家乡有更多的了解。当地的家长们以及同学也都相当的喜欢这样的安排。那今年是我们的三年级的一个课程。那前几天我们有2年级的芝麻糖。那今天我们进行的是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芝麻跟我们的饼干来做一个烘焙。那刚好我们学校这一次也采购了一些烘焙的一个机具，然后可以借由这样的课程去融合，那孩子们也可以做一个体验这样子。觉得很好玩，希望下次还可以再做。学生们除了都非常的开心以外，大家也都期待可以将自己亲手做的手工饼干带回到家里与家人分享。学校透过不同的课程与在地的农产品做结合，不仅可以让学生亲自做的过程中更认识自己的家乡产物，也可以吃得健康又安心。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大口咬下的炸猪排，外酥内嫩的口感，是许多美食饕客心目中最极致的享受。而这间隐藏在巷子里，被忠实顾客称为高雄林雅寮最强炸猪排的餐厅，就用独特的酱料以及厚实又多汁的口感，虏获食客们的心。把使用独门酱汁腌制入味的厚实猪排放入油锅中酥炸，将肉汁紧紧锁进纤维里，接着一刀切开放到碗里，肉汁就缓缓渗透到白饭中，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这就是在网络上被网友戏称为林雅寮最强的招牌秘制打狗猪排。这黑油油的深色面衣就是美味的证明。阮的打狗是咱的招牌啦，伊是用家己研发的香料甲中药落去生的，伊较传统，但是咱用较创新的方式甲呈现。伊食起来是有中药的香。嘿，伊阁有迄种人卤过的迄种导游的迄种提壶味，拢浓缩在这一块猪排的外皮上面。嘿，如果觉得单纯只吃猪排饭不过瘾，还能点上一碗特制的咖喱，散发着刺激的香气。无论是直接淋在上头，或是用沾的，让猪排包裹在浓醇的酱料中，一瞬间就能消灭整碗白饭。阮的咖喱的口味是较小众化，同一般外口人食到的较无共。咱的香料味较重，伊食起来是较口味安尼，像外口人喺日本迄种甜咖喱较无共，所以咱的咖喱是特殊伫咧食，就是香料的苦，毋过伊的较浓醇小可安尼。另外还有一样，只要是老客人来这里必点的小菜——牛卤花干煮。别看小小一碗，这可是老板过去在台北牛肉面店时的工作经验总结。老客户会来点的。就是来食饭拢会点的，伊是用咱的卤的迄种牛排汤去卤花干卤入味安尼，伊食起来就是有牛排香气，搁咸正安尼，是算足下饭的一个小菜啊。老板从台北回到高雄后，希望给家乡的人一份平价又大分量的满足美食，于是才有了这间店。坚持不使用任何人工嫩筋，而是用手工抓笼的方式，呈现厚实又多汁的猪排，让人痛快大嚼，好享受。记者邱依婷、陈柏宏采访报道。以上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